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2月29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吉米集团相关企业吉米食品为着要改变长期受限制的冷冻食品不方便设立门市的现况，加上旧的厂房老旧需要扩大，所以决定伫咧台南起新的厂房，同时配合市府并观光的行销。设立全国第一间以包仔为主题的观光工厂，上好该工厂伫咧热市场等各界贵宾的竞争之下正式开幕。过去营运一向低调坚持点点做的基米食品，其实将走向国际。现在为了公益回馈，嘛配合市府并观光的脚步，上好正式成立台湾第一间以包仔作为主题的观光工厂。会中除了吉米集团相关企业，创办人柯文良嘛亲自到场，同时包括市长赖清德、副市长颜顺泽等以及主管拢出席祝贺，共同揭开因要求幸福、美味、安全、健康等4大精神，调民行大。请启动，接着请揭开我们的幸福的大包包，幸福食品幸福工厂，新美食品幸福工厂正式开幕。你经过46档的基米食品，今仔日伫这个所在，佮重新来建一个厂，一方面要解决咱旧的厂的这个限制，一方面咱要伫这个所在做这个观光工厂，来配合政府，特别是热市场，你对台南市的规划内底观光事业是一个足重要。台南伫台湾，讲要看看个科目馆上，我规模大无人看。哦，搁落就是医疗，医疗我嘛做差不多10几年，差不多要20年啦哦，用医疗来符合咱这台湾关系的人的健康，所以安尼促进社会，用于社会，对社会摕着钱应该用对这个社会这才是互我会当顺利安尼顺序，但是这一定要注意的支持。基米幸福工厂的诞生，除了要让民众知影产品制作甲实在选用的用心，嘛印证市长赖清德并观光结合美食、旅游、购物等多功能的观光工厂，已经通过经济部评鉴，诞生第24间，成为全国上济。24间内底有8间食品，差不多9间食品啦即个5间是健康方面的，5间是创意创意的迄个产品，另外5间是甲即个时尚流行有关系咱今年的观光客来到观光工厂嘛要20万人次所以咱一年咧增加咧就对所以咱会当看出讲咱基米企业所带来即个基米的集团啦因为我佫毋捌听过咱自称集团啦迄种客气拢是分别讲，但是对台南市的帮忙是非常非常大。开幕会后，市长赖清德嘛以参观品牌形象馆等多媒体活动，透过该观光工厂一粒小小的包仔，让大家感受幸福感，参照亲手要做好厝内人食的心意。嘛因为地点就位伫台南机场对面，让游客一踏入台南就感受幸福。台新闻管及何强邦采访报道。民众伫咧经过食品安全危机的冲击以后，大大提升对食品安全的意识。上午基米观光工厂配合政府全面推动的电子发票作业，嘛是希望透过发票当中的条码，会当随时掌握食品的源头甲流向，保障消费者食的安全甲健康。基米食品的观光工厂都要营造幸福感，上重要嘛是爱顾食品安全，所以该企业配合政府全面实施电子发票，
透过发票当中的条码扫描，就是当互所产品当中，包括业者顶的有进货项目甲流程全部透明化。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会当随时找出源头，追踪记录，后民众食得安心，食得健康。是透过这个载具啊，或者是 kiosk 哈，我们就可以去追踪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个材料的来源。那对我们食品安全呢，其实它有很好的一个管制、一个控制。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电子发票的一个开立的方式，去追溯到我们这个食品它的材料的来源在哪里？那确保我们每一个民众呢，在食品安全上面的把关，然后带给我们幸福跟健康。民众伫经过食品安全危机的冲击以后，对食品安全的意识大大提高。现在财政部南区国税局专门提供电子发票，除了希望无纸化为环保尽一份心力，运用电子发票甲产品的源头结合，也是增进消费信任，互资讯更加透明，对消费者甲业者拢是双赢。电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3当前以企业回馈的精神，还是做公益的松下电器，这摆配合政府长期照顾的政策，大方捐出该公司生产的800台电子锅，要予南部6县市，由市长赖清德代表接收，场面温馨。3当来上下电器对关注空气清净机互动式白板以后，这摆个一口气捐800台电子锅予南部6县市。上午选定担市政府正式举办捐赠仪式，一一受赠。该公益回馈的电子锅，来当直接送到关怀协会，提供弱势民众食饱，也拄好应下政府长期照顾政策，互市长赖清德亲自到场表达感谢。因为企业3当来持续回馈，真正足甘心。松下讲问讲啊，我要怎处理？我当然是有福同享啦，吼。这个台南要吼，啊，当然包括云林、嘉义、吼、高雄、屏东，这大家拢爱，因为我们南台湾大家拢是一起的命运共同体啦，吼。就是讲大家安尼里长也真用心，区公所也真用心，吼。啊，咱社区咱这长辈时代，大家拢真快乐。但是总是爱食饭嘛，吼。若是讲有一个电子锅，哇，迄足方便的吼。我想这会当互咱这个肠道2.0，也是社区咱这长辈时代的生活吼，会更较方便啦，更较利便安尼吼，我感觉真好。我尽一点绵薄之力。就正如拄则市长讲的，讲过去3年来，Panasonic 伫咱台湾这个土地，尤其以南部。以咱台南市政府做中心来做这种整个横向的展开，今年是第3年，那相当感谢市长甲连续3年咱社会局这边，互咱 Panasonic 这个平台能够有这种抛砖引玉的这种活动跟行为。其实这摆捐赠行动除了南部6县市以外，嘛扩大到台北甲新北市，捐赠总数达到1300多台，希望提供予共产的社区关怀据点、长期照顾的柑仔店等等，予社区处处爱餐，通好温饱弱势。电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将要来到的农历过年，因为连续假期加上天气寒冷。定定造成欠货状况，为着要鼓励民众捐货，捐货中心伫咧12月26号到1月26号这段期间定做捐货月份，透过各地举办的大型捐货活动，以及属农工商各单位合作，解决欠货危机。行务市长赖清德甲卫生局长就率先捐货，呼吁市民也会当共同来参与。伫过去12月到1月这段期间，因为侪因素造成货库欠货，为此捐货中心特别举办捐货月的活动，号召属农工商学生代表参与捐货，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的努力，做伙度过这个欠货的危机。为什么要办捐血液呢？最主要是说，每一年到了这个寒假，就是要过年前这个时候，常常有血液比较不足了哈，就是说。假设天气冷，
大家都不想出来捐血，还有理由或者是放假的特别多。那这种情形下，就是去捐血的人就比较少，所以每年在这个时候办这个捐血夜的活动。记者会现场，市长也亲自颁证感谢状予各单位代表，会后市长以及卫生局长也带头关会，呼吁市民踊跃关会，因为关会就是上简单会当帮助别人的代志。我们敬请我们各位市民应该要踊跃的响应，因为有道是救人一命啊，胜造7级浮屠。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救人一命，只要你卷起袖子只要你身体健康，只要你愿意捐血，我们就可以救人一命。那这样的功德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建造。除了定点的关会车以外，未来1个月也将伫各地举办大型的关会活动，也有关会中心的赖账号，会当记录个人的关会资料以及各项内容。欢迎所有民众做伙来关会。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中市议会日前通过《台中市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自治条例》增加条例，禁止核能灾害5罐市顶食品伫咧台中市贩售。这也是6都当中第一个通过反核灾食品的城市。不过，由台南市议员所提案的相关条例，日前伫咧议会并无通过。对此，议会议员罗坤福质疑。台中会当是安怎，台南袂当？要求提供予台南的市民较侪保障。台南市议会日前由国民党议员提案，伫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增订禁止日本核灾5罐式食品进口甲贩卖，但接受民进党议员反对，最后并无通过。议员罗坤福质疑，伫6都内底，台中市议会已经通过该征收条例，那安尼为什么台南袂当通过？目前日本的核灾食品这么严重，那我们增加的那个食安自治条例里面是要求我们这些厂商，上架一定要把它的那个来源要说清楚，要到他们的来源要讲到府。都道府县要表达清楚，让所有的市民吃得安心。你如果最基本的这个都没有办法去标示出来，那就日本的食品就写一个日本制造，这样对我们台湾的，尤其台南市的市民很不公平。也请问台南市的民进党议员，为什么台中市可以过，台南市的治安自治条例没办法过？议员罗坤福指出，目前市面上的日本食品进口来台湾以后，中文标签产地只有注明产地古名，一般民众无法度知影原料，也则是产地是毋是有来自核灾地区。所以，伊主张修改自治条例，要求伫台南贩卖的日本食品一定要有详细的产地标示，以维护市民的健康。台新闻炸山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南西图文创园区营运至今已经满1周年，为着要迎接这一回生日，文化局会同业者做伙举办了1回生日 party，
就伫咧12月30号，也就是明仔载下暗，要来进行一连串的歌唱表演以及抽奖活动，邀请民众伫咧2016最后的假期来南赛图文创园区做伙欢喜庆祝。满1周年的南赛图文创园区营运期间，感谢这一冬以来遮参观的游客，因就亲像是互这个园区鼓励同款。伫咧满1周年的这个时刻，因也准备了要互园区的吉祥物 Bruce 一个欢乐的生日派对，邀请大家做伙来。南赛图文创园区经过1年的努力，那我们23个这个营业据点已经都到位，那也同步的开业。那我们很希望这个文创园区呢，可以成为台南市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创的基地。那除了有非常不一样的文创的这个小物，在这边可以让大家来这个欣赏跟交流参观之外呢，我们也很希望这里可以成为很好的这个文创的交流据点。那每一个空间都有每一个空间它自己的特色跟文化，那他们所希望传达带给民众的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文化的文创的观念跟文创的想法。那我们很希望这个地方呢，它未来的这个营运可以越来越受到更多民众的喜爱。对于明仔载下暗的5点开始，南赛图就一连串的活动庆祝一岁生日，因也特别邀请金曲奖最佳演唱的组合张三李四来表演，同时也准备了限定版本的1周年纪念品甲包包，希望带予民众满满的欢乐甲惊喜。台南新闻网自豪采访报道。为着要发掘台南社区内底的创作能力，文化局对103年开始，就积极将创意人才加入每一个无同款的社区，提升因的生产品质甲数量。即马有8个社区的创意产品集合起来，伫咧南赛图文创园区正式设立据点，要有较侪民众深入了解因的成果。为着要推动社区产业的连接，文化局对103年开始，就积极不断将创意的人才加入每一个无同款的社区产业当中，发展该地区的文化特色。上午也发表了8个新的社区创意产业成果，有布的卡板、创意食物等等，融入了在地故事甲丰富的情感，将伫咧南赛图文创园区展示，互更侪人了解这寡社区的精神。社区制造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我们在媒合设计师跟我们的社区之间一个非常重要推动社区产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我们今年呢主要媒合了有3个大专院校的设计科系，那以及5位设计师一起参与到我们台南有8个社区。那进去呢，借由他们的不管是社区的小物，或者是社区的美食，或是社区的既有的文化的再发展，那我们都希望可以借由设计师们的巧思，让我们的社区产业能够有更不一样、更亮眼的表现。伫遮除了实体商品要卖以外，每一个设计单位也会互相合作交流，互社区的产业会当看领域升级，展现出另外一种府城的文化风景。咱新闻网自豪采访报道。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过去被认为是儿童的疾病，但有研究指出，有60%的患者会持续到大汉，而且奇美医学中心竟透过个案发现，女性的病患比男性更多。这项最新的研究也被刊登伫咧国际期刊顶头。一般人听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大部分拢会认为只会发生伫儿童身上。不过，根据研究，有60%以上的病人镜头会持续到成年，而且经由奇美医学中心精神科主治医师黄龙正的研究发现，因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来就诊的个案，女性比男性较多。而这项研究结果也被刊伫国际期刊发表。我们以前都印象中，大家都传统上觉得说 ADHD 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个疾病好像是小孩子的疾病而且
好像是男生比较多，男生比较调皮。所以那时候大部分被带来的也都是男生比较多了哈。可是到了成人，大家都不知道成人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做这个研究，用健保资料库来看的话，结果发现说，虽然在小孩子的时候是男生比较多，可是到了成人反过来变成女生来就诊比较多。于是我们做了一些推论哈。医师指出，会造成这项研究结果，可能是因为女性细汉时容易被当作是行为甲学习障碍的问题来疏忽，而且女性在被诊断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进前，也容易被判断是忧郁症。第一个有可能是女生在小时候没有被发现，为什么没有被发现？可能是她们都会比较倾向是注意力不足，可是她没有过动。这样的话，大家就觉得课堂不会很吵闹。都不会被带来。第二个，女生比较多，可能有一些情绪上的困扰，所以有时候带去的时候，医生看一看，觉得这个是忧郁或焦虑就没有发现其实是背后是 ADHD 所以像这几个原因，可是到长大之后，他们症状因为我们60%的症状会到成人所以到成人之后，他们自己觉得很困扰，不管是在工作上、学业上，甚至人际关系上受到困扰。那后来他们就会自己主动的来求诊。对此，吉比医学中心精神科主治医师黄龙正在2012年率先开办国内的成年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特别门诊，累计到达已经有300个案例。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所以大概一名25岁邱太太结婚1冬外，有完无好消息。经过医师诊断，才知影本身有多囊性卵巢症，所以较不容易有生。后来透过医师半冬的中医调理，总算伫咧今年的10月份生下健康的囡仔。这项成功的案例，也予有同款困扰的患者带来大希望。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患者会当透过3个项目来进行诊断，包括不排卵，也就是减少排卵、卵巢呈现多囊性的形态，以及雄性激素较悬的表现，亲像有肥胖、坐毛。不过只有40%到60%的人会出现肥胖的身材。常见症状都是因为雄性荷尔蒙的激素过高，会有肥胖、多毛，或者是那个皮肤颜色比较暗黑，可是呢，临床上这统计发现只有40%有这个症状，很多部分还是很多患者是偏瘦的，瘦症患者其实也是有多囊性卵巢的患者的部分，所以你发现一些月经不规则患者其实应该及早就医。虽然多囊性卵巢症会造成月经累顺、累生，不过透过中医依照个人体质调理，以往有可能自然有生。其实，在西医的部分现在目前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中医的部分那就看体质如果比较肥胖型它比较属于痰湿的类型，那就以处理痰湿的方向来处理。那我们等一下这个患者是邱小姐她比较偏瘦，那偏瘦体质大部分都是气血比较不够人。那气血不够，你要补她气血之后，那她营养充足，她卵泡比较小颗的卵泡就会变成比较成熟卵泡，这时候她会排卵顺利，那自然就会受孕成功。第二前被诊断出有多囊性卵巢症的25岁邱小姐，在经过半冬的体质调理，总算在今年10月份顺利生下健康的囡仔。而这个成功的案例，也予有同款镜头的病患有了另外一种选择。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在咧新闻的最后，赶快带观众朋友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是多云底渐转好，温度16度至22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10级。感谢你收看12月2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